根據疾管署的監測，新冠疫情已經連續6禮拜壓懸，有估在8月中會上嚴重，所以宣布講要把這組公費的新冠疫苗的這個時間延長到9月28。今早在記者會，掛號要予醫生看的人就排甲落長，因為國內新冠疫情進入流行期，真多人因為有發燒、流鼻水的症頭來予醫生看。就是鼻塞，然後流鼻水啊，咳嗽。年紀大了嘛，就是喉嚨啊、鼻子都常流鼻水，有時候鼻塞不舒服。很多年輕人，我們這次他們拿篩檢片過來看，其實他們幾乎都是只有低燒，然後人很倦怠，異常的倦怠，那篩出來大概就2條線。根據疾管署的資料，頂禮拜全台灣新冠門診的就診人次4766，比前一禮拜增加66.5%，連續6禮拜增加。而且頂禮拜新增加25例本土重症病例，加5例本土死亡病例。估計這邊疫情在8月中會升到上懸，一禮拜看醫生的人次總計超過5萬。所以疾管署宣布，公費新冠疫苗擴大提供予滿6個月以上，也未做過本季疫苗的民眾次，時間延長到9月28。因為 Omicron 或者新冠的一個病毒株，它本身比較容易變異。那變異的情況之下，它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免疫逃脫的一個能力，那就比較容易會造成突破性的一個感染。即馬暑假休熱，有一寡演唱會甲夏令營人做活動，可能會增加病毒傳開的風險。疾管署建議慢性病人甲老人參加人做活動時陣愛掛喙罨，要若網絡傳講有人去藥房要買快篩劑買無，敢若是欠貨。疾管署講疫苗抗病毒的藥啊，或者是快篩，即馬國內庫存攏有夠，國內快篩需求初步估計是50萬劑，庫存有63萬劑，會當供應到8月底。食藥署的評估敢需要請業者增加產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